中共解放军将发动连下来剑2024比的军演，台湾的股市有新台票是拢起，无受到上大影响。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咱国的经济体制是真健全，政府的责任是互人民安心哦。针对讲会影响到区域和平的行动，咱一定会做好准备。针对昨总统赖清德紧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有人质疑讲根本是翕相片做记录尔。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调讲，总统昨伫会议中有做出真侪指示。任何一个没有事先提前预警的演习，都是对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带来相当大的困扰。对行政院做了一些必要的交代跟吩咐，我想这个是国家体制的正常、必须而且是负责任的运作。杜英泰表示讲，国安高层会议是对早起8点一直开到10点，总统伫会议中对行政院是有真侪交代。咱国防部嘛指出讲，昨国军侦测到中共的军机佮有军舰交了台海数量是有史以来上侪一日。